耍个平如家庭。吕钦的战水来四人八路，最只有喊哈子，不战虚实不能战水来。是帝国子们娘都去做正式夫妻，最只有民实在还不够。那是因为听见战水来讲，你都本当是在离婚夫妻，只是个无意当中弄到插三个。我就走哈子吧，战水来的水来，这个小狗不说的都他们送到南京，岂敢不得无高铁往日无恙？那侬小狗送到南京么？可不是一个人，杀你们生日酒，生日酒当天让小狗送南京，根本我不要去。这个小狗我随便哪样办着，我要去外北王子办。那么你打听新商人，那南京市的啥燃火，南京60个都燃火没头的呀。那么你想，但是南京总归打听得到，但是南京打听来打听去，打听得到。最只有不是的人力，那让他们们啊对最高长得了，好了不？几个我的人物来，实在听不到。不办法，只好为之问罪。那么甚至就让我势力相为要出现，再出现无不的一个汉人了。跟我说自身呢，会在当这个战水来，林子爸爸给我出来，我吕钦让下个带给我等呀，我个小狗干不知上，俺活不知哪来的。哎，等这一只狗去3岁的出来，水里才爸爸给我哭哭啼啼呀，打当谁来嘛？谁来呀？可见的吕钦们，昨年破带的身浪向喊得痛哭，不是啦！哎呀，你怎会出来？到底哪个事体来的？那么多事体统统讲出来。吕钦啊，你可以，最是有孩子，不我一张虚实。现在顺利我把你做夫妻在。吕钦听大概他旁里为等我，不落到句话来，是对澳门方向可3个头。譬如是搞像那种男人是个，你好人必须好吧。是谁来呀？但你那好事都没，但今朝总是可以做合法夫妻，还别可能。可不一边也问吕钦，那个小狗路打弄得来，一个人也弄得路打起着呢。是当你商量不通嘛，我马通的老娘，我不理你2人事，所以我男们那个推步搬出来，我想很高人高。2个几日天，当上老朋友生日酒，我家里会得10个小狗，2高里头粗大不多，所以么呢，2小狗我只有我想能给文大家伙文过去，这样不就生日出版了？那么生日小狗现在那个不知生日是吧？在当年去寻找生日酒，把这小狗们去夫妻3高头围住家乡嘛，对。所以吕钦我3岁来猜说他的身体不大好了，马上随堂有俺们来，有生日就随堂有俺们是呀，路大不有，辅导片可么到自己随堂有俺们门口，搞些身体不好嘛，随了带过来一个人家，叫他上这么让你熟悉，所以我们来去打听啊，那么人打上来嘛。要想当庭生事酒，可惜的有一个人啊，已经了给他当庭门心在，杀人们门宫惊醒，这惊醒哪位的来？收拾个三马，拿个鞋子要摆出去扣灯，干把他生日酒摆一摆，三马订不到生日酒的人们也接个了，十派拿个鞋能摆到落得起这家哈，
是3个就咱们寻找了一个。那么为主相互谁去寻找个门宫金星，还要说金星啊不得了子，这个都，谁也不了真是就白他了孩子。那么金星是为了后要说什么？你别记得过，甚至就当我也还说个，谁让有我们个阿四呀，阿说行啊，哪个谁个白的谁让有我们去噻？那你不让过去寻口，我当然但谁让有我们去寻找的，所以这些人光金星。但是的，我们门口的么身上这个头巾哇啦哇啦的拉黑。喂，李小雨，你那黑呀？呀，黑上去那么不回应个讲。喂，李小白姑姑认出来呢？那葫芦三百箱李香口目边也不毛唱的了。这你的一到上当，一到我们啊，我们门口呀，哦，你当时市场门口呀？打出来一口，1万元年纪，打轻了，顶多你做3万，相当于靠着。喂，哟，你哪？出去吧哒？哟，啥个是我？葫芦300箱。那啦？你不口口一个啥文化？啥文化讲？我们哪讲？我们哪里不可以大声说话？哦，不是像奴才偷大里向北方里关那3年天要是10个。来兄啊。啊。同你讲闲话，我们口口认得哈。那叫口口认得啊？是因我去做北方啊。来就是我去做北方，演到个只有个辈子，我一代做个。看上去来头蛮多不来海玩。那个啥个意思啊？啊？说的人家不弄清爽了。干什么呢？我皇上要个门宫啊，相互门宫7品锅，我当这个只有个并级的。你办法地耍了还？相互门的7品锅是什么人按了说要？在那呢，他们的中国一个手打他都有要，不过反，你来抠门，我把抠门，这边不得了，你个东高1品，我不东高7品，怪不得都比火龙寺也像呀，哈哈，原来这个相互门来着，哈哈，都有外外啊，哈哈，不得搞，下趟有什么？对，要抠抠人的啊，当然了，我们呢？拿着吧，到这个沈阿四个人呢？沈阿四嘛。哎呀，我今在当班口里出去，门里落大几门里出去，7、8人搞门个追得上啊？对关，你呢？你们过去辰光分走了啊？我可是别分走个。那今天有啥事体了？那不得分走个呢？干什么呢？今天这个生日酒随时单子王相夫7是一条门个追去的。嘿，你还晓得？7是一条门个追。谁知拿这个彩金是一条白特来孩子。啥个条来海玩？把那个特来海玩。我问你个谁挑这个白特的？那么你同意接受啊？这是这个，可不现在过去分手了呀？我是当白不白了呀？等到你走来问我关着你来要努力阿蛋都往前不去。可是没法。怎么这张事情我就报托不来着？哪个是呢啊？小张呢？不要紧的啊。多两高头完了刚咱们旁边个吕青才听好了啥么子啊？甚至有本我的三哥是王想要人啊，哪桩事体讲？哎呀，听起3岁的习惯，只有不光是姚中要读他，真正读他的我还有点责任感。可不样子吧？我不能干子不理，可出来不做龙德路大气的哇？那路法？哎呀，再上来门别门，你们分走的了呀？这回过来不是谁来？现在甚至就发了海，看上去其实老娘了这个，但你们这再来吧，没办法，夫妻俩高头离开此地，那任务有我们不能去了，没得没空去了。在开办现在吧，说一下，门咱们再来寻甚至就哪能得到，甚至就各奔而进。好。夫妻俩高头这个流落浪去了，那么吕青当头有点点最血感，500面孔带我们的去弄。我张水来出来辰光，8公里嘛，大地动地，分都大，分种900大追，比那路法。13房要上饭店，开饭的最吃单不进咱们哪来噻？眼看同地带用用要光这个，吕青说：“那么我们来去凭电视提走走吧。是哪位做的啥？哪个到10人？既不能天，水不能地。这个然我
我一笔好事，我们来去马事。那么你老男士去报头头嘛，他们应该是要对立的那行。这个词八卦讲，原谅司法教非人有理的活动，但是对不起，你们不名气，非人听讲，这个么是扮演名气的，名气想把你个毛内展开，所以叫名气想最便宜了。好的，不人听讲，报头头水头头，报头头水头头，好喽。你再把背呀，一地不正常。旁边有个超市先生，嘿嘿，说好是你呢，大陆呢，两是真个害，但是不有名气，所以不人请假。这不是哪种法？你马师傅来，他们一个代销失心吧。吕青香，我是看一笔好事，他们一个代销失心，当然是要用。生活所逼，没办法。门再开始我这吧，代销失心，哎，但稍微有点生意的，过去啊，不文化人都要，老师你想做提示的比较有感。小风不信周期嘛，要听接地家里东西上、西上，要吹问你个空了不空，外口问你个面空。那在台队上来，小风不信嘛，那为个10个不个道理。所以一年提上10来封信嘛，那细做几万有得吃。但是农业叫始终性不高，而且开销一头不来，再有人周围盖房子，买点食堂用品啊，3笔开销。哎，那么夫妻为做温水夫妻新婚，为啥人的农了喂？今在吕青报台头介绍上来个女人，20岁上，我一听呢。小红信来，我说你要晓得罗大哦，耶，介绍女生在一口，我就想你就是吕老师吧。吕青香少年为人多了，一口要闹娘，男娘出来的去里闹一个，原来奶妈，说我最近就进来，你啥提醒我？还有你打你太太2个小口，现在了没几相夫了啊？吕青香，我些哥哥不生日就那弄得是没几相夫妻的，啊，为是你出来我都特别不能没几相夫这里的几个家，是你的农村哪个的农村呢？我从那个打出来，到这里的也欣赏我这个，介绍个这里的来别当我讲，没几相夫有些哥，哎，一天闹的2个7八，那我隔得几口半过来，随时来打你套套样了嘿。胸口里有台注射机关，你啊些得关，好，不是个，来领我去。老娘领你到相府后门去，小狗拔出来，吕青一口嘛，实在是自家牛，3头几个人到底天上滚了，好。那么说老娘父母来讲了，我大3岁了，现在经做是夫妻，谁让人给个小狗？你说你2个奴小狗搬出去吧，说不得把他们我里向也不该的管，这样吧，然后的你去催你2人子，但你要跟你讲，一岁干动力，一岁干人，哎，我对，我为了奴小狗把他们你也相互不该的，不是啊，我们来去催动力，要喊你叫来把这个小狗，这小狗神具搬进去。吕青青在台里发报纸，眼睛为周期，要拿下30几高手涨水来，为他是个做个王子里，说你平常不出门，一进平汪汪，哪个毛病不可啊？为得哈个说的心病呀，说到理想，娘子哟，孤身吃瓜为债，你怎么已经回来的了？娘子，我为告诉一双喜事。哦，喜从何来呀？我们女儿一两下落了，而且在这没几相逢之中。不是啊，难道是真的吗？那我等于讲，我已经听你见过的了。听得这个汉先生们哪边靠我？
祝你对我为这个奴啊，毛病上带子精致，却也根本不去验过。那现在孩子，侬总属于着落在我个毛病不可好为的孩子，不是啊，这是一桩喜事哟。刚下来要催你两人子，那么说起你两人子么耍个稀奇，你两人子不是些什么？现在刘青达3岁了，一日之间弄不出来。那么中州3岁了，头上有点擦大，有点水色，3地不是2地，比嘛，全部你两人子准备要去打这个奴，不晓得那同龄人子吹得差不多，嘿嘿。没几垃圾还差不多，那我的没几些差不多，因为现在上当浪不对了，
已经列出你10大罪名，我非儿子马上就要犯，那么不来着？你这个毛病越来越重，越来越重，不翻身的机会。那么想想，我就是媳妇所谓60开始我能想条为个生人，一多年叫啥了？我也高台天上恶霸偷听，否则妻子看眼不闭开。所以白查神父，我能当我去害得来。神父一进来，没几天半边了，于是我看上去来了就要临终做负债。飞马正有队来，一口嘛，这叫怎么看来？小姐，臣妇见过小姐。神父罢了，在此之人呐。小姐，老乡爷叫你马上就去。最近个没几户忧心忡忡，你叫不喊过？可药买病杀得这样重，却也根本不去验过嘛。晓得个？药山上老想不适宜的，那么自个呢？自从为孕之后，波波之毛无一光啊！你也一说再点来吧，该答应我非要等下去的，我不是跟着你带金棒去。哼，想不到这个杀天蛋一去不回。现在侬那样子，不要这个说啥个名堂呢？让我来之后一个农村与老娘去打个，那个真是就办得来个皇上那个农呢，去包了个一单，是一个明日这个姐妹带的，自个农见肉熟，有个皇上那个农呢，起名见肉臭。这个之间让毛毛，哼，30多个药啊，还等我个人家落得这样一个地步。现在你千百之中，还那么那样不晓得痛苦的，等待你肚子嘛，我也还就4岁中来。但是不样么说，眼睛们是自个个人家的也不来着。跟着神父说带自己要个房间一口做人。要病汪汪，病汪汪！弟弟，女儿去，弟弟，女儿怕了。弟弟，夫妻可为咖啡。女儿啊，看来为母明在对的自己的了。弟弟须得红丝路下，这位妹妹喊起来的。但侬三条毛毛，你非来安慰我，我自家听清爽。你若往沙龙光讲我去，这个世人特不得个，我心有不够，今朝落上一个和尚。那么那侬年纪还轻，还有个生男来，我一年拿5都安排好。女儿啊，为不有一番话儿，你呀牢记在心啊。是，女儿啊。
恐怕60多岁，不算1岁。但是我与众然后觉得对不起那人，我脑袋太过喜噻，那个终身是本我要对我太给好女儿。拍不王在办公室写错了，我以为这是温成功的，是我主动刚刚起的。想不到王在办不是台剧，唯独个门亲自，你太定这个台是那人都不好走。再有我呢拍不金榜三塔子无意光，我就一错再错，还有点堆砌的人本。想不到个小句来，当年做亚洲夫妻，谁知不来着？那么留下来，你打生弄还弄法？我要回来了，都入对哈主因，我一死，这样，你们娘儿的日子，谁不好够了我？弟弟。是的哪里话嘞？啊！像我们相夫们的哪个给去？哎呀，囡啊，你错杂，是你相夫们的杀人过来欺瞒。我活了啦，我不是想要给他相夫，等待我一死为啥相夫啦？呵呵，现在人事不对了，大荣光。弄我把过超高扫地出门再有可能的，哼！现在介绍是差不多才装单我对了啊！皇帝来这个听王子吧，谁在乎个骗人的闲话呀？女儿啊，现在我真不是信了。尽管是第三龙当我对浪的，现在我叫水当其冲，哎，所以说等到政治二之犯，我想要没走的，想到众人太实在不错啊，女儿啊！当机了，我要一闭眼睛，你不要马上打皇帝健康，
先拿该个事的摸一摸，拿我默默出长到天不门外头搿场好，我自家口中风势交会好。你当我做两个文，一个真文做了天本门外头，那你自家做个纪念，这是对啊，一是对上头背刻名字的，你到你家，那么呢上文，上特之后再向皇帝拜上另外再3个文，这个文关不进过头，让大家晓得我就上了个然后，为的啥子讲这样。因为我先生情关4个辰光不得了，还有身亡西中，那个爬上头到好啥人有啥人？现在这个文已经把人家就是5趟不止6趟，4人不扎了棺材，所以我家头3块做2个文。那么高文个棺材里向没人，你当我8两块多少头来？一旦有风吹草动，你都要去决文，肯定是决这个文，决开来2块多少头。我老听不我的来这个2月想，能啊，你这个做是最大的孝顺。哟，你想是特作孽罪？这个不少作孽，还是为这个无理考虑呀。弟弟放心，女儿修都明白。等到我长大呢，那个相夫非要是我去噻。哎，那要是不去，但如果要弄来够出去，一盆红舍特老的。弟弟，你言女儿后山相逢，那女儿哪里去安身呐？我当然安排好了，孩子，那天不能为。亲不啊，就是张子家范家庄，范家庄张子呀，那呼吸都举办上一些，到广东及飞马举办，我已经派出心腹的人，哪个人杀退了广东，范家庄已经位置5个人进去，我还曾给伯伯们家庄记得，包括地皮房产，有100多年人次，有种有人子，有种人票，各东武器。政治败败，张相在已经那云达是被告状，总部队也是我们干不来。其实你杀他相夫之后，导致我心腹神父哪个心腹称呼，为2个结果5高头，马正非告状一追不对，从此之后乃随不治没计划来，女儿。杀他相夫妻举办被告状，100多的地下人才晓得，有种人在姑父之家把那警察进去门早就抽吧，根本那么杀客气，我那是
针对不必莫扎把牛士兵出来，一并倒下，公益箱拿出来，接着搞不能啊！等到白开双日了，那侬所有的人侪中拢来，让到谁提起倒下去，压杀之后，那么呢再放风后，杀他将军，引举大会告状，那么呢就是反夫人者。你死了被告状，你当我记了，不样子去你不要走，所以王日王的手语你一定要当我记了，有机会一定要替我报，不报口水，我死了应该口眼都不比。女儿啊，你千万要记事了。弟弟，女儿来去噻，结婚高，非得后山乡不为要杀第五人，呵呵，不晓得哪个事体与一个人3口哈拉海3口间那门扎记说。寒门学子中状元，家一名少女啊，患难发妻得休书。不是杀个病如家庭，究竟是忘恩负义，是少女好为的力量，还是歹人勾陷？武力发现海滩，敬请关注长篇谈词《双玉园》，5月27日起苏州电视书场。你干部不谁来？耶，就算是相府院门开了，俺老娘弟弟出来，一口不是开，一个男人偷了偷，再出来2个女人，每人手里才8个3口，今朝2光面哈，看得出一个窝头，一个3条。我的手里8个，一个3口，像是自家男人，面孔看不出来，但这个块白裙颜色认得出，上天拔出来就是个块白裙，你哪能做噶？这口就都往这个没起来，所以人过来